哇！Gemini 3.0比 Grok 同 ChatGPT 仲要勁啊！即刻睇下有咩屈機升級同做下實測。首先佢個推理邏輯幾何級跳升，加上佢個原生多模態能力再度提升，睇圖聽聲反應快到好似真人咁。但係最癲嘅係佢由 Chatbot 正式進化做 agent 啦，識得真正幫你做嘢，操控電腦幫你做唔同 task。簡單實測下做個3D 地球旅遊頁面，幾分鐘就搞掂喎。佢唔係嘔堆死字曲俾我 copy paste，而係直接 render 出一個識轉識互動嘅3D 地球，仲要知道埋地點喺邊，click 落去仲有景點介紹同圖片，真係超屈。再實測成個 macOS，叫佢加埋個 Siri 功能，可以直接叫 Siri 控制個 OS，再叫佢開個計數機就開到俾你。不過由於我叫佢整個 Siri 咁嘅助手，結果真係好似 Siri 咁規鬼地。如果想睇更多實測同完整懶人包，留言3發你懶人包啦。